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虽然也下天时寒冬热，不过啊，其实立秋已經過體咧。古時候大家想到秋天，我想到乜嘅呢？天時涼涼嘅，有一個動態嘅節氣咯，就是熱熱人團圓嘅中秋節8月8出嚟到咧。大家做得鄉下送花。送嘢，韓國送獎嘅阿群妹哦。古時候大家做嘅第8月8嘅時節，是鄉下大家做嘅來朋友。韓國有一項當好食嘅果子，阿群妹咪真好食咯。大家團嚟都係乜嘅冇？冇唔錯，就係廿下8月8中秋節秋天清楚愛食嘅優惠。古時候見唔見？阿群妹就要來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喜福嘅優惠哦，接下來分享今日嘅來賓，歡迎昌龍分享。大家好，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西湖水通埔的柚子。分享昌龍今天來到節目底度，韓國人看起來懂後生，所以呢，我現在要問幾多相關同優惠相關呢，懂詳細懂怎樣的知識。今天昌龍就做嚟同大家來解答一下哦。先來考昌龍，沒有，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小 case。就是我們常常講說文旦，韓國又有人講柚子，到底文旦跟柚子、文旦柚這個差別到底在哪裡？其實我們中秋節所吃的文旦，它其實也是算柚子的一種。那只是說它把歸類，柚子只是一個統稱，柚類的一個統稱叫柚子。那相對的，其他我們的柚子品種可能還有西施柚啊、白柚啊等等。所以其實我們講的文旦也包括柚子的一種，但是在那個外表上面呢，其實就會有一些落差。舉例像文旦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文旦，我們文旦它的果形啊就非常的小顆，那上窄下，然後有腰身的感覺。對。那我們可能像我們講的西施柚啊，或者是白柚，它的那個外形就比較圓，比較大顆。好超，有一種柚係圓有點黃白色的、黃色的，然後啪。韓國底部的果肉好像有一點橘紅色的，對不對？那個是什麼品種？其實它橘紅色的果肉品種其實也很多種啊，對，當然也有白色的，對，所以其實它吃起來的口感啊，相對的每一種的口感都不一樣，那甜度也會不一樣，對，氣味都會不同。在台灣，它接看到的柚味啊，有什麼品種在台灣比較常見？在台灣比較常見就是我們一般中秋節所吃到的文旦，這是最常見的。再來就是西施柚，那再來就是白柚。那通常我們文旦會先出來，在產季的話是文旦先出來。文旦的產季，它有嘅係幾年嘞？就是中秋節的時候，中秋節就是差不多農曆8月半，差不多，對。那接下來中秋節過完之後，就接下來就換成西施柚，西施柚再來就是白柚。那差不多他們這兩個的階段，差不多都在11月左右。11月，10到11月，所以古時候就會啲秋天的時節，柚子全部都會出來，在台灣比較常見的柚子。對。原來係按呢。古時候其實柚也有分種多種，剛剛也講到了那個白柚，它就是比較大顆。對。那講到就是像是文旦，就是比較小顆一點。那像是我們平常去市場，有時候也會看到它太料的柚啊。那這樣子的柚係厚呀，還唔厚？是不是大顆的就比較好？其實文旦它這種水果，它不是說選大顆就是比較好。對，因為文旦這個部分老欉它所生出來的水果，果粒它會比較小。是哦。對，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挑柚子的時候，我們呢不見得要選擇大顆的，對，我們要選擇小顆的。哈細粒的原來偷柚的愛偷哈細粒的柚的，我都唔知。跟除咗太細做得來看呀嘅品種好，也係唔好以外，還有其他方式做得來。
嘎嘎同观众朋友讲一下，要怎么来挑选好吃的柚子？哦，有，其实我们可以先从外观最简单的来看，就是它的大小。对，好，举例这个它的外形来讲的话，就是说上窄下宽，像是葫芦形或是洋梨形。对，好，这个的果形的样子是最标准的，它的品质也不错。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可以看它的外表。它外表如果用手去摸，它非常的细致，毛囊比较细，毛孔比较细。这个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同细胞也重要，毛细孔不可以太粗大。对，毛细孔要细致一点，对，你就会厚为优哎。是，那再来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看起来外表的光泽亮度，非常的亮。哦，光金金的，看起来有光泽呀，你这样做对。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它非常的沉重。沉重。对，这个柚子绝对就是非常棒。因为如果虽然它移动细粒，不过按你称一称，手垫一垫，感觉是蛮有重量的，对，是蛮有分量的，就表示它很有水分。是。好，你们会按你鼓手它要做在胎色，还有外表的油囊，就是它的毛细孔，对，还有就是它的重量，来看一下因为厚身呀唔厚身。但是如果是像好，如果假使我去亲戚朋友不卡炒料的时间，我看到加的得一胎盘的柚子出来，我来抢来生。那我看到好几种不同的柚子，我看着果肉，我要怎么选好吃的柚子？好吃的柚子，其实基本上呢，好吃的柚子它的那个果肉，它的亮度是非常的，看起来就非常的细致，没很 Q 用，会金金，会亮亮的。对，然后呢，我们呢去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果肉，它的可以看到一条一条，有没有很细？对，看它的纤维，我们就挑比较细的，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比较好，比较嫩稀，比较软。对，里面还有这个。有一些糟那可能就是它本身的那个里面没有什么水分，所以我们吃起来就会很干燥，相对的口感就会不是很好。对，那有可能也是说它还没有完成做一个成熟的状态，所以它是干燥。还蛮好吃，就老给8块来吃嘞，太急了，对，太急了。韩国人他看到按到以为其实专家就是专家在挑柚子它都有分级的，是有分等级的。是。那柚子的分等级，用的来分？基本上呢，我们挑选比较好的等级的话，它的重量呢大约在400到550克。所以就是400到550，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不大颗不大颗，对，这样子的重量是比较刚刚好的，刚刚好，而且是最好吃的，最好吃的重量。对，然后就用重量来分等级。对，还有再来就是用外观，好，在我们的外观上面有没有什么病虫害的一个伤痕或是机械上面所碰撞的一些伤痕，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分等级的一个选择。原来是按呢，专门跟讲讲到安全样的问题哦，因为其实你的昌隆它是有得到百大农青的百大青农的这个肯定，是，而且你们家的柚子还得到有看到吗？头等奖哦，对呀，头等奖，所以优就会优用的来比赛呢，所以优的比赛要讲什么？就是要比什么？我们要怎么比？对，其实这个每年我们文旦的评鉴都会办。那它评鉴的标准呢，其实有非常多的项目。那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外形，好，再来就是它的重量。我刚才讲的最好的重量就是在400到550公克。对，那还有就是在包装的上面，我们一箱呢是6公斤的包装。那在包装整个上面的话，要净重6公斤，不能少于它。少于6公斤就会被扣分。原来如此。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就是在外观的部分，就是刚才讲的它的果形。对。然后呢，还有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里面的部分，就是它会切开来，它会去看你这个柚子皮的厚度，去做一个评分。所以盆的要它泡的它厚。当然是越薄越好，皮要越薄的越好，越薄越好，越薄分数就越高。是。再来就是里面的果肉，果肉它评审会去做一个试吃的动作，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
你可能吃到有些柚子会有点干干的哦，那绝对是0分。0分这么惨，那绝对是不可能有分数的。我好像蛮常吃到干干的柚子，那绝对是不合格的一个柚子。所以在这个口感上面的分数也占非常的重。再来呢，就是它的一个甜度的一个测试。甜度的测试。对，我们用精密的电子的甜度计去做一个测量，然后再去做一个评分。哇！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果肉里面的种子数。种子数。对，因为还有种子有大颗小颗的分别。对，基本上呢，有些你吃到外面的文旦或柚子啊，它的种子都非常大颗。非常大颗，非常明显。那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家基本上是无籽的。哎，我们刚有看到跟你呢，所以种子越小或者是越少，它的等级也是越高的。对，它的分数也是越高。是的。哦，原来是按呢，哇，出题家哈，苍龙有讲到懂得也用的看好色的柚的，用的讨好色的柚的方法，因为其实柚的含有一只同村柚的比咩就会叫冰9张好色，算了，冰9张会好色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同大家讲哦。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家下有听到用的套好色的柚的品质好的柚的，接下来就要来同大家讲哦。上来做嘛个太阳就讲柚的冰一下，冰一车没长好深哦。来，快点问一下长龙，到底为什么要放啊柚子？其实文旦这种水果呢，它是非常特别，它是越放越好吃，而不是说非常新鲜，就是新鲜的时候就是最好吃的时候，它是要放一下。那基本上呢，我们收到文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把箱子打开，然后保持良好的通风，透气。对，要透气，绝对不能闷住。对，那在这个放在一个阴凉处，让它做一个通风的一个效果。那这个表皮水分就会由表皮去做一个吸收啊，水分由表皮做吸收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就是它这个相对的，就是说它水分由表皮吸收，它的颜色原本会由亮绿色，慢慢的转成青黄色。对，这个过程就叫做试水。试水，没有你讲吃水，充满吃水、试水、消水，也有人说。对。所以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对，柚子才会好吃。这时候经过的消水的这个过程之后呢，它里面的果肉会变得比较细致，相对的甜分也会增加，甜度也会增高。原来如此，所以这个过程懂葱腰呢，很重要。因为要在消水、试水、持水的过程，差不多要记住，还是说每一颗柚子不一定？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看，你放的一个通风的位置。对，那我们可以由外观去分辨它这个持水的程度，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用手去捏看看。用手，要捏到什么手感？其实因为刚摘下来的柚子，它的摸起来都是比较硬的。对。那其实它慢慢的持水之后呢，它的外皮会皱皱的，会变软。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手去摸，然后用眼睛去看，然后去观察，这个程度到哪边了，是不是好吃的时候？我说名都有些圆圆的，韩国皮对墙色转到有一些强黄色，按理就差不多做对了。对，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因为像我就是常常不知道怎么挑柚子，然后就可能因为冰又冰太久，你讲太讲冰啊，可是我放一放，可能就不小心放太久了。那好吃的持水跟坏掉，可能就只有一线之隔。有时候如果柚子放太久它会变成会有一个酒味，类似有点发酵过后的感觉。批就批也懂还是说里面你吃起来的话就会有点酒味的感觉，因为放太久它就变成说果实发酵，它就会有点酒的味道。所以基本上柚子最佳的赏味期基本上就是在中秋的时候。就是中秋。对，基本上，客人收到柚子的时候，已经从采收到收到柚子，基本上也有3个礼拜左右的一个试水的过程。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吃是 OK 的。估计差不多因为摘下来差不多平均来讲3个礼拜是最好的让它试水的时间。是，那当然也是要看整个的环境。
环境的问题。像阿布卡冰柚诶，就是拆箱之后，那我可能就一粒一粒冰都踢奶烘，这样可以吗？单独放在地板上，这样是最好的，因为不要被箱子去围住，那它通风效果就更好。然后再来就是你放在地上，它是非常的那个。比较凉啊，对，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阿布卡除了冰踢奶烘以外，还会冰流台哦，就是楼梯一阶放一颗，然后就楼梯就变成柚子大道的感觉。也是阿布卡的冰法。韩国还有一张问题就是，很多水果为了要运送，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在它3、4分熟，或者是5、6分熟的时候就把它采收下来。是。那柚子采收的期间大概是在几分熟的时候？柚子基本上我们柚子采收的时候，在白露的前后10天左右去做一个采收。那当然我们也要去看一下白露跟中秋节的一个日期时间，每年不太一样。对。就以今年举例，今年来说今年的中秋节跟白露是非常接近的。哦，对，对，所以在白露前可能是不是就要采收了？对，在白露前，我们就必须要做采收。那相对的，这样子采收下来的时间，然后以销售的时间来讲，就会比较短，会比较有压力，因为太近了，太近了。姑说按呢，再下来天天就会加老给卖出去呢？也没有说马上不能放那么久，也没有说马上对，不能放那么久，但是也不能说马上就给它做一个分级的包装，因为会伤到。因为我们刚摘下来，它的外表还是非常的硬，对，那我们不能去做一个洗果机的动作。洗果机，对，我们在分级包装之前都会先做一个清洗的动作。哦，而且老给晒枪了，对，才不会表皮有一些灰尘或者是虫啊之类的，对，泥土。哦，原来是按呢。刚刚有讲到，其实阿布卡的柚味啊，好来张转，阿布卡张接数来做的，不过糖讲可以1、3年做，在采收期间以外的时间，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对。以采收来讲，跟包装来讲，是不可能一个人做的。那可是，在平常的一个照顾上面呢，就是我一个人包办这些所有的大小事。顾总，第一样，因为省中的不同的时期，你要做的事情大概有哪些？就是柚子在不同季节的照顾。其实简单来说柚子的一个 SOP，采收。中秋采收过后的时候，我们大概呢会让柚子休息大概2个月，就像女生生完小孩坐月子一样，我们要让树生休息大概2个月的时间。原来是按呢，不然铁坤2张耶，阿萨哈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做一个大修剪的动作，剪枝。修剪。对，我们剪枝呢，剪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施肥，做基肥的动作，释放有机肥。那到后面呢，到大概3、4月的时候，花期就开了，就差不多是开花的一个时期。对。那在那个开花的时间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病虫害的一个防治，然后还有就是要防范那个风。风？对。为什么？风是蜜蜂的风还是风吹过来的叫风？风吹过来的风。为什么？因为在开花的时候呢，如果那时候会有偶尔会有一些很强大的一个南风吹来。你说3、4月的时候。对，那南风吹来会造成我们的花吹落，就没办法结果。那基本上我们的平地、我们的周围都会有一个防风网。对，防风网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打开的动作，减少风力进来，然后减少我们的一个落花的损害。古时候其实中医会当时期都有某种爱小路的事情，都要烦恼的事情。是。韩国亚布卡的柚的树糖讲黑老丛是很老的树。对，那这个老丛老长的树，算了用的去听你黑老长，要怎么样才是老长？要几年才算是老长？几年才算是老长？其实。也不是我说了算，基本上外面都是说30年以上。那我们家呢，第一棵树就是从民国48年种到现在，所以已经超过了30年，很多。所以这是超老长的树对。那其实柚子树说大家说少30年以上好了，像亚布卡基金如50朗 C 柚的树按理说它老长，那这个老长它会不会因为它年纪大，那树就变得不健康？
其实果树是这样，只要你照顾得好，它会非常的健健康康的生长下去。只要你前期没有照顾好，很容易生病，那它一定没有办法长很久。所以在前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阿公他照顾得非常的好，很辛苦。对，也是很辛苦，才造就现在我们的树都非常的超过40年以上，甚至有一些已经50几年、快60年的。对。古时要老丛的树啊，你按用的去看，我们要怎么看才知道说，这个柚子是老长的树产出来的？可以分别吗？基本上我们可以先从外观去比较。老长所产出来的果实，它会比较小颗，跟新长所产出来的会有一些落差。果实的大小会比较小颗。刚刚说小颗没有不好嘛，因为柚子就是西坝都550公克，这个是最黄金的标准。对，是。对，那老长除了比较小颗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吗？就是特色就是它里面的果肉的细致，会非常的柔软，吃起来的口感会非常的好，不像说新长它里面的果肉呢，它的那个它是比较粗的，对，所以吃起来口感就会没这么好。所以老欉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老欉？因为它的口感会比较细致柔软，对。因为在我的甜度也比较高，在我想象当中，我会觉得老欉的树会比较好吃，是因为它的不管是整个植物的那个维管束，它运送养分跟水分，应该那个机能都会比新长的还要好，对不对？对，因为老欉它所输出来的养分会非常的平均，所以相对说老欉所结出来的果实都会非常的平均，非常好吃，不会像说新长可能会说，有一些好吃，有一些不好吃，会缺乏这些营养，所以老欉它的输出是非常的稳定的。哇，古说老丛的树啊，结出来的果子就会品质较稳定，品质都较好。所以老丛结起来的果子有几好生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将视频睇下看哦。好，分享真的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日下阿權妹就會來說好食的柚子了。今日來搶昌隆來同大家示範一下，算了，柚子啊，愛食到柚子，唔過愛選白柚子，愛選雌柚子。雌柚子阿權妹就會講，說出來有點丟臉，但是也是一直困擾我嘅問題吼，就會講愛雌柚子那個下第一刀，愛切個低頭的時間啦，我常常就是會切到肉。生了恩用也这样，我们会切到牛。我每次切到果肉，你看就知道，哎，很大宋哦，客家什么也爱群欠，都唔得按大宋。所以现在就要来问问昌隆，我要吃到好吃的柚子，但是我得知道要先怎么杀柚子。是，那我现在就来为大家做示范。好，举例，现在我现在手上拿这颗柚子，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它这边上窄下宽嘛，对，由它变宽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就是由这边做下刀的动作。哦，所以就是它隐隐约约看得到有一个衔接的感觉，衔接的感觉。对，好，我们就去做一个下刀的动作。哎呦，到底昌隆，好，哦，真的没有切到哎。对，这个就差不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呢一样就是做一刀画。嘿。就是像我们平常杀那个柚子帽，是，然后3年就不会拿柚子拿来摘。画好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会用手，不是吗？其实用手是 OK 的，但是呢，用手呢，它在剥完的时候，你再去吃里面的果肉，对，你就会吃到苦苦的啊，因为柚子皮有精油，它的皮是苦的，对，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建议大家可以用什么小汤匙来代替你的手。为什么？如果你每天都在剥柚子，一次剥一颗可能觉得还好，对。但是你一次要剥好几颗的话，你的手指会很痛。没错，会痛，挨爆2输就痛哎。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铁的小汤匙，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剥开的动作。哇，原来是按呢。对。哦，好聪明哦。不是按内了绑柚子，你的手就不会沾到那么多的精油。对，我们在然后相对的手也不会痛。对，手妹不会痛。
好，这样就可以哈，就完成原来了。按呢。古说肉虫的因为啊，虽然呀哈6阳的时节，我们其实都还不到，连国历的8月15都还不到，所以其实要到时节站哈了，因为还没有完全的吃水，但是昌隆给我们一懂太胆哦。他很大胆哦，还没有吃水，他就要拿来给阿 Q 莫奶来试试看呐哦。是，好，我吃吃看。好。它其实已经很甜了耶。基本上，你觉得不够甜吗？我觉得已经很甜了耶。基本上正常来讲，我们离采收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啊。对，如果现在其实还不是最好吃的时候。对。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耶。对，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栽种的一个模式方式不同。对。哇，要还蛮吃水，因为就按后色，等到后色的时节，听说喊它后色。韩哥，你刚刚讲到要看每个人种植的可能一些细节的不一样。那比如说像种植的时候，毕种公鸭的构书啊，听说会有病虫害，我觉得大家都很烦恼这个问题。对，柚子比较常见的病虫害有哪一些？其实，在柑橘类哈，柚子是属于柑橘类的作物，在柑橘类它的病虫害呢，基本上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蓟马。蓟马。对，然后还有介壳虫，还有红蜘蛛。它们会在什么时期出现？基本上这些病虫害，它们都是在比较热的时候会衍生出来。所以可能就是开花渐渐的快要结果的时候，会有病虫害的问题。对。这时候也要去对症下药。就是会有做这个一些农药的防范的问题，农药来防治这些病虫害。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希望说，哦，吃水果或者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健康，不能伤害身体。对，所以一定不能有农药的残留。没错。那这个农药的问题，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拉到安全期？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做对惯行做法哈，我们只要对3件事情，基本上就不会有农药残留这个问题。哪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对症下药。针对什么病虫害去做什么药的防治。该喷的时候喷，不该喷的时候就不要乱喷。对，那还有在第2点就是用量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照它上面的用量标准去做一个稀释的动作，不能超浓。对。鼓手就是适当的用量，在适合的时间用，这样子就是安全的惯行农法。最后一点最重要就是我们要遵守安全采收期。在每一支药它都会有一个安全采收期，在我们采收的时候是要禁止前几天喷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懂出耶。其实要有靠天吃饭的，我觉得务农真的很辛苦。除了有要养宠后的母体而烦恼，其实还有天气的问题，尤其是像柚子，柚子是在台风最多的时候哦，有没有觉得很困扰？没办法，我们就是靠天吃饭嘛。老天爷如果不赏脸，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柚子照顾到最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天气的话，我们没办法去掌控。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分内做好。都冇简单。其实我啲节目开始以前，我有跟昌隆聊天，我有讲到，其实你唔係从細到大就定苗栗台，你就小时候在苗栗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离开苗栗，对，就离开家乡了。对，那这样子你怎么还会想说？我觉得这样子对家乡的情感其实不会这么连结，不会这么的深。对，那你怎么还会想要回到就是家乡来种柚子？其实当初回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阿公年纪大了，那阿公呢是在西湖乡第1位种下文旦树的人，第一人。水通伯。对，水通伯就是我阿公。那种下文旦树的第一人，那相对的，他现在年纪大，可能也做不了了。那没有人来接手，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就，在前年退伍，我就回来试看看。退伍就回来了？你本来所学跟农业有相关吗？完全不相干。对。你好大胆哦！其实没有什么大胆不大胆，因为有一个前辈阿公，非常厉害的一个顾问在身边教导。其实，在种植方面我都不会担心。那
那阿公对于你，就是比如说你本来可能自己已经有所学的专业了，然后你又回来家乡种柚子，因为据我所知，种柚的你呀，还务农的人家的就会吃到乞丐的头路懂辛苦，你希望乞丐的生意呢，继续来做。那阿公一定很疼孙子，阿公舍得吗？其实他也很开心呐，真的哦因为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心舍血，有人可以接手，那是最好的，对，所以其实他非常的开心。那其实现在啊，整个的环境啊也非常的不景气，所以其实我们务农做柚子这一块，其实相对的也不会说差到哪里去啊。跟外面比的话，如果你有认真做的话，基本上还 OK。真劲哦！我说种了6年，其实就有心得，而且是觉得这一个柚子可以继续的在经营。是，而且其实在这昌隆，就是因为年轻人后上年的想法，你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西湖这个地方的柚子推广出去，让它可以跟麻豆文旦。希望可以追上麻豆文旦的这个名声，对，那就是年轻人可以为家乡的柚子做什么努力呢？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苗栗的西湖巷柚子，它种植面积也超过160公顷，非常的大，但是它的名气却往往都输给麻豆。像苗栗人的听听啊，苗栗人爱的西湖有文旦。对，所以我回来的目标也是想把西湖的文旦发扬光大，让更多人能知道西湖文旦的品质不会输给其他地方。所以我在第一个建立品牌的时候，我就把西湖2个字带进去，加上我阿公的名字。跟阿公的名哎，韩国阿公的头像很可爱。对，我阿公的头像。所以就是行销包装上的部分也有做一些巧思的调整。对，那行销方式呢？我听说在 FB 有活动，对不对？是。那我们也有建立 FB 的粉丝团。那今年也有办一些抽奖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西湖水通博的文旦。对。鼓手啊，大家做得去粉丝专页啊，去FB 的粉丝专页去关注佢啊，就看佢啊，就有按到那个后空咧，做在同大家来分享。韩国爱糖果还有认养的活动，对不对？那可能就是明年大家都在有机会去参加要认养的活动。今天谢谢沈蒙昌隆，谢谢你来到节目现场。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每沈蒙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听欣赏，向下来好运通。